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閱書人燕子老師。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推介嘅一本書咧，就係呢一個不一樣的眼睛。咁佢係一個嚟自法國嘅一個作家啦，但其實都係一個醫生。所以呢個醫生咧，喺佢嘅工作當中咧，就發現咗好多佢嘅病人又好，家屬都好啦，發現咗好多佢哋當中嘅一啲經歷。所以佢咧就寫咗個咁嘅繪本故事。咁呢個繪本故事講咩咧？點解係不一樣的眼睛咧？因為其實咧就講緊一個小女孩。咁佢有一日喺一個夏日嘅晚上，瞓下嘅時候就進入夢中咧，就發現自己兩個眼睛跌入咗唔同嘅境界。一個眼睛咧就跌入咗月亮一彎月亮裏面，另一個眼睛咧就跌落咗一顆星星入邊。咁到第二日起身嘅時候，就發現兩隻眼唔同咗啊！月亮嘅嗰邊眼睛咧睇到嘅咧係美好而開心啊、溫暖嘅事情，星星嗰邊嘅咧就會經常睇到一啲哀傷啊、痛苦啊、孤單啊嘅事情。佢就發現兩個眼睛唔同咗，睇到嘅事情都唔同。咁佢就用唔同嘅故事啦，就掀起咗呢個眼睛嘅一個經歷。咁我想同大家分享其中一個環節啦，就係咧佢哋去睇佢哋嘅婆婆嘅時候，佢婆婆因為身患重病啊，咁其實身體係好痛苦、好唔舒服。佢嘅星星嘅眼睛咧就睇到婆婆好痛苦嘅一面啦，但係佢另外一邊月亮嘅眼睛咧去睇嘅時候咧，佢婆婆就話俾佢聽，其實我雖然身體辛苦，但係我內心好高興，因為咧我見到媽媽嘅肚入邊有小 BB， 每日都係孕育咗一個新生命，而我亦都唔會停留喺病痛嘅呢一刻，我會睇到更多嘅希望，每日只會向前看，而唔會停留喺哀傷當中。所以用咗兩個眼睛去睇嘅時候咧，佢就會發現世界係完整噶啦。咁呢度入邊咧，其實佢就係有好多呢啲嘅故事串成啦，就好似佢去學單車咁樣啦，跌倒咗佢唔怕，但係咧佢最後講咗句，重要嘅係永遠都擁有再次嘗試嘅勇氣。希望大家都接納遺憾，擁抱美好，亦都係心存希望。咁希望呢本書咧可以傳遞到嘅一個價值觀啦，同埋世界觀嘅一種感覺咧，可以俾到大家。只要你細細翻閱呢本書，你都會好有一種溫暖嘅同感嘅。好，咁推介呢本書俾大家，不一樣的眼睛。